2026年3月10日，跟從耶穌，灰心。路加福音18章1至8節。各位，唔知你有冇試過為一件極其渴望嘅事祈禱咗好耐？可能係家人嘅疾病破碎咗嘅關係，又或者喺你心裏邊一個深深嘅渴望。起初你好有熱情咁去祈禱，但係日子一日又一日咁過去，環境依然冇變，消息依然冇嚟到，你心裏邊慢慢由期待變成失望，甚至灰心。喺今日呢個世界，我哋都習慣咗即時回覆，撳下個掣就有反應，落單即刻會送貨嚟到，信息已讀就即刻回覆。呢種文化偷偷咁影響咗我哋對禱告嘅想像。我哋會唔會都將祈禱當成一個屬靈點餐嘅 Apps 呢？覺得只要落單夠精準，用詞夠屬靈，神就應該好快送貨畀我哋。當我哋按咗確定掣，畫面但係又變咗冇反應嘅時候，心裏邊就開始唔耐煩，甚至想成個程式都叉咗去啦，唔想再祈禱。耶穌喺路加福音18章講咗一個寡婦同不義嘅法官嘅比喻，就係要提醒我哋，人要常常禱告，不可灰心。灰心唔止係攰，而係對明明係正確嘅事唔再堅持，開始想放手。唔係唔信有神，而係開始懷疑，主你係咪真係咁好㗎？你係咪真係咁在乎我㗎？耶穌揀咗一個好極端嘅角色，就係一個唔敬畏神又唔尊重人嘅好壞嘅法官。寡婦最後可以申冤勝訴，唔係因為個官變得好人啊，而係因為佢真係抵受唔住，覺得好煩。不義嘅官反映人喺禱告中上主嘅關係係有偏差。有一啲禱告嘅教導，不斷教授禱告蒙應允嘅方法，無論係經文、異象、異夢、信心宣告等等，彷彿呢位垂聽禱告嘅上主，要等到祈禱嘅人好似參加公開考試一樣，以符合答案嘅方式答對題目，咁能夠得到呢個分數，就能夠應允祈求。呢種觀念背後係視上主為一個好孤寒、好冷漠、需要被說服嘅掌權者。對於禱告嘅人唔會了解到，亦都唔會憐憫。呢種猜測、操控結果嘅方式嘅祈禱，將上主變為一位不義嘅官。耶穌就係用猶太拉比熟悉嘅從輕到重嘅邏輯。如果連一個咁自私、咁冷漠嘅官都會因為被纏到你怕而出手申冤，咁樣嗰位咁愛你、揀選你嘅天父，難道唔會更加願意聽你嘅呼求嗎？禱告嘅基礎唔係我哋把口幾叻，用詞幾屬靈，而係單單上主嘅本性。佢係慈愛、憐憫、公義嘅父。回應禱告嘅時間同方式係在於佢嘅主權，
但係佢一定會用最合適嘅時間，以對你最好嘅方式來回應你。每一次祈禱其實都係一個機會，俾你再一次認識呢位上主，與佢建立一個正確嘅關係。再次記得，你係一個被愛、被揀選嘅兒女。禱告唔係用嚟交換恩典嘅籌碼，而係兒女向父親完全信任嘅敞開。所以常常祈禱就像呼吸一樣，唔係為咗得到賞賜而呼吸，而係為咗活着而呼吸嘅。堅持禱告，絕不灰心。呢個係因為離開咗呢份關係，我哋嘅生命就會窒息。唔灰心並唔係要更加用力為想要嘅事情去祈求，相反，意味住係更深度嘅放手。喺問題尚未解決嗰陣，就先喺主裏邊找到安息，經歷關係嘅質量嘅唔同。天父唔只係想俾一個答案你，其實佢最終係想將天父佢自己俾你。預苦期，當我哋諗起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嘅祈禱，佢知道自己前面係十字架，係死亡，但係因為佢得着應許，唔係逃避呢個苦難，而係與天父完全合一，可以講出嚟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能夠活喺天父嘅旨意裏邊，呢個先係最終嘅生命。默想反思，一喺依家，不如你心裏邊諗一諗，有冇一啲你曾經好認真咁去祈禱，但係到今日都好似未蒙應允嘅事情呢？嗰啲經歷有冇令你對上主有啲咩其他嘅感受？二，你可以預留5至10分鐘，搵一個安靜嘅地方，調校手機5分鐘嘅計時，向主好誠實咁講：主啊，我覺得你好似一個不義嘅法官，我好攰，我覺得主你冇喺度聽我嘅祈禱。然後慢慢感受自己嘅內心，靜默、沉澱、等候，唔需要填滿每一秒。當鬧鐘響起嗰一刻，你可以慢慢讀呢一句，當係上主同你講：孩子，我在這裏，我在你的痛苦中，比你更加在乎呢件事。你可以休息。而家你用一個簡單嘅祈禱嚟結束啦。